歡迎各位。2025年年中審計工作已經進入關鍵階段，會財局特意製作呢段短片，同大家講下核數師需要特別關注嘅事項。最近香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營商氣氛亦持續改善。不過，環球經濟仍然存在唔少不確定因素，可能為企業帶嚟不同嘅機遇同挑戰，增加財務匯報同審計風險。因此，核數師喺維護財務匯報質素嘅角色就更為重要。要有效應對不斷演變嘅風險，審計團隊必須掌握客戶業務環境同內部監控嘅變化，評估已識別嘅審計風險係咪仍然適切，並檢視已計劃嘅審計程序係咪仍然充分同恰當。財務報表中涉及管理層作出重大估計同判斷嘅領域，往往存在較高甚至重大嘅審計風險。因此，審計團隊必須重點關注相關領域，並喺審計過程中嚴格保持專業懷疑態度 （professional skepticism）。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呢啲關鍵領域嘅注意事項，可以參閱2024同2025年嘅年中審計焦點。接落嚟，我哋希望就以下兩個常見嘅審計重點事項，同審計團隊分享需要注意嘅地方。第一係資產減值評估。當資產存在減值跡象，而管理層又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去評估資產嘅可回收金額 （recoverable amount），審計團隊必須注意以下三點。第一，了解當前市場環境點樣影響企業嘅業績表現同現金流。第二，嚴格評估管理層嘅重大假設係咪合理，並具充分依據，尤其係一啲相對樂觀嘅假設。審計團隊可以比對公司內部同埋外部數據。如果發現管理層嘅假設同過往業績或者行業趨勢有明顯差異，審計團隊應該要求管理層提供充分嘅證據嚟支持佢哋嘅假設，或要求佢哋重新審視相關假設嘅適當性。提一提大家，喺使用管理層提供嘅數據之前，審計團隊必須測試呢啲數據係咪準確同完整。第三，如果審計團隊認為單一嘅現金流預測無法有效應對未來現金流產生嘅時間同金額嘅不確定性，例如來自外貿需求嘅波動，審計團隊應要求管理層準備多個現金流情景，以全面考慮呢啲不確定性對可回收金額嘅影響。第二個常見重點事項係有關企業持續經營能力嘅評估同相關財務報表嘅披露。面對當前充滿變數嘅經濟同市場環境，企業嘅資金流轉同信貸額度可能會受到影響。如果審計團隊識別到可能對企業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慮嘅事件或者情況，佢哋必須第一，評估管理層準備嘅現金流預測，包括所用嘅數據係咪可靠，以及假設係咪有充分依據支持。第二，評估管理層制定嘅應對計劃喺當前情況下係咪可行。舉個例子，如果管理層計劃對即將到期嘅銀行貸款進行再融資，審計團隊唔可以單單依賴管理層嘅陳述，或者基於往年嘅續期記錄而認為計劃可行。審計團隊必須檢閱相關證明文件，例如管理層已制定嘅再融資方案、同銀行進行磋商嘅會議記錄或信函等。第三，評估管理層有關企業以持續經營假設基準嚟編製財務報表嘅披露是否充分。審計團隊必須審視管理層係咪已經充分披露。第一，可能對企業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不確定性嘅具體事件同情況，例如關鍵貸款即將到期，又或者企業已經違反銀行貸款契約條款，導致銀行有權要求提前還款等。第二，管理層為應對呢啲不確定性而制定計劃同措施，例如可以實現再融資方案嘅具體執行細節。高質素嘅審計離唔開事務所領導層嘅關鍵角色，領導層必須樹立清晰而正確嘅高層定調，營造一個鼓勵諮詢 consultation、重視質疑思維 questioning mind， 以及敢於挑戰現狀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嘅審計環境。
請記住，審計團隊必須定期檢視審計程序嘅適用性，設計機械式照搬上鏈嘅審計程序。此外，高效同高質素嘅審計建基於合夥人、審計團隊同核數師專家之間嘅緊密溝通同合作。因此，審計合夥人必須：第一，投放足夠時間親自指導同監督團隊嘅工作；第二，親自審閱關鍵證明文件，確保所有必要嘅審計工作執行到位，並即時跟進有矛盾或不一致嘅審計證據。最後，喺出具審計報告之前，必須確保審計記錄 （audit documentation） 經已妥善編備，尤其係涉及審計團隊需作出重大專業判斷嘅範疇，以及對組成部分審計團隊 （component auditor） 工作嘅審閱。同時，喺出具審計報告之後，審計團隊必須將最終審計檔案及時存檔。喺當前瞬息萬變嘅經濟同市場環境下，高質量嘅財務匯報係維護資本市場誠信嘅基石。希望大家能夠時刻謹記，作為一個專業會計師嘅角色同責任。守護會計專業，保障市場信心。香港會財局。